歡迎翻開被塵封嘅香港千年舊史，呢度係古港遺民，我係古港先生。我專門同大家講1841年開埠之前，教科書避而不談，大部分香港人從未深奧了解嘅本土完整古史。我哋順住時間線一路梳理，第一集由3萬年前遠古先民開始，證明香港文明從未斷層。第二集走進大唐，還原屯門軍鎮作為國家級海關嘅盛世。第三集講南宋末年義帝南渡九龍宋皇台，成為大宋臨時朝堂。最後崖山海戰，大宋滅國。今日第4集，我承接南宋亡國嘅結局，帶大家進入元朝、明朝兩代，睇下王朝更迭之後，香港點樣由戰亂邊地變成嶺南富庶鹽業重鎮。後來又因為海禁同海盜督起完整沿海防線。好多人睇完上一集之後問我，大宋亡國之後留低喺香港嘅村民南逃遺民，命運會變成點？其實崖山海戰結束，元軍全面掌控嶺南，持續數10年嘅戰亂終於平息，香港告別流亡，朝廷帶來嘅動盪，迎來長達300幾年嘅平穩發展期，亦都係古代香港平民經濟最繁榮嘅階段。首先我同大家講元代香港嘅核心之處，官營鹽場。經過大唐北宋幾百年開發，香港沿海淺灘本來就適合曬鹽。元朝統一之後，朝廷看中呢度得天獨厚嘅地理條件，大規模擴建鹽場，劃分專屬曬鹽灘塗，設立鹽官專門管理生產同買賣。我翻查《新安縣志》記載，元代香港鹽場覆蓋屯門、大嶼山、西貢一帶，規模遠超宋代，每日有數百村民從事曬鹽、運鹽工作，出產嘅食鹽統一由官府收購，再經海路內河運往廣州、肇慶、梧州等嶺南內陸城鎮鹽，遂直接上繳中央，係元朝嶺南地區最穩定嘅稅收來源。鹽業興盛連帶帶動其他產業發展緩，鹽船隊往來不斷，沿海天然灣澳變成小型墟市，漁民鹽工商胞聚集一處，買賣糧食、布料，僱獲船具。原本零散嘅小村落慢慢合併，人口持續增值。當年跟隨南宋朝廷南逃留居香港嘅中原宗族，亦趁住和平時期開墾田地，建立祠堂、中原禮教、宗族習俗，鐵底只跟香港。呢段時期嘅香港唔需要應對戰爭追殺，唔需要容納數萬流亡軍民，百姓可以安心務農、曬鹽、捕魚，社會秩序穩定，民生富庶，完全擺脫邊疆荒涼之地嘅標雲。唔少人以為古代香港只靠捕魚為生，實際上元代鹽業先係撐起本土經濟嘅核心產業。時間去到元末，中原再度爆發農民起義，天下大亂，元朝統治瓦解，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。明朝初年，朝廷為咗打擊沿海私鹽防備殘餘對抗勢力，頒布初期海禁，限制民間船隻出海遠洋。香港海上貿易一度收縮，但本地鹽業內陸墟市並冇受到太大影響，依舊維持穩定運作。等到明代中期局勢出現2個重大轉變，徹底改變香港嘅命運。第一，海禁政策時鬆時緊，私商走私集團趁機興起。第二，上海造勢力急速膨興，橫行整個珠江口海域。我同大家拆解當時海造興起嘅原因。一方面，海禁限制合法通商，好多沿海百姓失去生計，索性結夥出海，劫掠過往縣鹽船、商船。另一方面，外來海匪內地流寇互相勾結，佔據香港多個隱蔽海灣做巢穴，屯門、大老山、將軍澳一帶搗亂眾多，暗礁密布，好適合隱藏船隊埋伏劫掠。當時不論係運鹽官船、民間路船、內陸通商商船，只要途經香港海域，隨時會遭遇海盜搶劫，貨物被奪，船員被揀。沿海村落亦不時受到上岸盜匪滋擾，官府多次派遣小型水師清剿。但香港海岸線漫長，港灣眾多，
海盜轉移速度快，清剿成效甚微，造患越演越烈。眼見造患無法平息，明朝朝廷終於意識到香港珠江口門戶嘅戰略價值，開始大規模建設海防體，係調派常駐軍隊、修葺哨站、炮台、封稅，建立一套完整嘅沿海防擴網絡。當年明代香港海防設施分為多層架構，沿海高地設置封稅哨塔，一旦發現海盜船隊，即刻點煙傳訊，信號可以快速傳到新安縣城。重點海灣轉一巡海水師快船，分日夜兩班輪流巡邏。屯門等核心咽喉位置修築小型炮台，配備火炮，直接封鎖進出珠江口嘅航道。駐守香港嘅軍隊有固定編制，長期駐紮，軍營、糧倉、兵器方一應俱全，唔再似唐代只重視通商關檢。明代香港嘅核心定位變成南疆防島、軍事前線，而當地村民亦需要配合官府協助通報海盜蹤跡，補給軍隊物資，軍民聯合防疏，維持沿海安全。好多地名亦都係明代海防歷史留低嘅印記，唔少今日香港山崗海灣舊名，源自當年哨站軍營炮台，只不過隨住歲月流逝，背後嘅軍事故事慢慢被大眾遺忘。除咗海造同海防，我仲想同大家講元明兩代香港宗族文化嘅發展。南宋南逃遺民經過元代百年安頓，宗族區部不斷擴大，陸續修建祠堂、編寫族譜、開墾田地，形成固定鄉村聚落。去到明代中原鄉鎮制度完全傳入香港，鄉長族老負責管理村落內部事務，調解糾紛，配合官府徵收鹽稅，協助防造，一套成熟嘅鄉村治理體系就此成形。好多人話香港本土宗族歷史始於開埠之後，其實元明兩代已經有完整宗族架構，數百年傳承，先有後世各大家族紮根香港嘅基礎。講到呢度，好多觀眾會疑惑，既然元明香港鹽發達，村落密集，官府設鹽官、駐水師督鋪台，點解大家仲係有古代香港係小要村嘅錯覺？核心原因同前面兩集講嘅歷史被埋沒嘅邏輯大致相通。第一，歷趙正史重內陸，興沿海，記載重點擺中原戰爭、朝堂政事。對於香港呢個南疆邊地，只會簡單記錄鹽稅海防大事，唔會詳細描寫本土村落民生墟市日常。第二，清代後期海禁再度收緊，鹽場規模縮減，產業衰退，昔日繁榮景象慢慢消失。第三，近代城市建設填海工程摧毀大量元明鹽灘，舊泊台、封稅毀跡，實物證據大量流失，後人缺乏直觀印證，只會記得原業相關印象，但憑住地方縣志族譜出土陶瓷銅錢、古地名印記，我哋可以清晰還原真相。元明兩代嘅香港係嶺南重要鹽業基地，有成熟鄉村聚落，完備官營產業，層層布防嘅海防軍事體，係經濟同社會發展遠超大家固有認知。由遠古先民、大唐軍鎮、南宋流亡朝廷，再到今集元明鹽業與海防，我哋一步步搭建起香港完整無斷層嘅古代歷史脈絡，徹底打破單一片面嘅二川標聯。呢片土地每一個朝代都有獨特嘅發展節奏，有軍事重鎮，有臨時國，都有產業重鎮，有海防前線，數千年從未停滯發展。元明300幾年嘅平穩發展，為之後清代香港嘅鄉村格局、產業分佈、宗族分佈定下基礎。嚟緊 EP5，我會繼續順住時間線走進清代，講明清交替時期珠江口最知名嘅海盜勢力，拆解海盜點樣掌控香港海域，同官府長期對峙，以及清代中後期香港民生、墟市、鹽場嘅最後光景，一步步推進到1841年開埠前夕。如果你今日第一次了解元明香港嘅鹽業同海防歷史，覺得呢段被忽略嘅本土故事值得更多人知道，
麻煩幫影片點讚、留言、分享，轉發俾身邊朋友，一齊重新認識香港完整古史。鍾意跟住時間線追更，挖掘開埠前香港舊聞嘅朋友，記得訂閱古港遺聞，開啟通知小鈴鐺，千祈唔好錯過下一集清代海盜傳奇。我係古港先生，專門拆解被史書淡化、被大眾遺忘嘅香港千年古史。我哋 EP5 再繼續細說香港往事。